加州一家三口近日因為喺 Target 商店瘋狂偷竊而被逮捕。據邑蘭警察局發布嘅監控錄像，進入商店之後，母子倆分別坐上電動購物車。夫婦兩人同佢哋嘅仔分開行動，從商店貨架上面攞走咗大量商品。商店員工及時報警，而三人喺警方到場之前，攞住大堆未俾錢嘅商品逃離現場。隨後，警方喺一個住宅區內發現咗呢家人駕駛嘅白色 SUV，並且將佢哋攔截。呢對夫婦嘅仔喺車停低之後狂跑，仲試圖翻牆逃走，但最終仲係被警方逮捕。喺呢一單案件中，警方共查獲至少10件唔同嘅衣物、PlayStation 手柄同籃球架等嘅物品。根據今年1月起生效嘅新法，有入店行竊前科嘅人將會被禁止進入該商店長達2年。天下衛視記者編輯報道。